今本日啦，一下想到讲，我去菜市场买菜，大家知道嘛？个一下我去菜市场买菜冇啊？係因為啊，我想要來做日本式嘅料理。今日做乜嘅想要來做日本式嘅料理呢？係因為啊，前一步嘅我認識咧，因為日本嘅西阿妹嘅，唔過佢中文同學，故所佢就係同我溝通，佢同我分享嘅當道做日本料理嘅要領，我就知道，我咪做啲人嘅土風地度來做一下日本料理。韓國啊，竟然愛做呀日本式嘅料理，聽說愛做呀清台中嘅口味啊，大家就做得食得到嘅。故所我有想到一個清哈府人小子做嘅一品料理哦，佢按到丼飯。一般人啊，丼飯當講你愛揀乜嘅，全部就做得。比如講啊，雞肉啊、魚肉啊，韓國泡豬排啊、泡甜不辣啊，全部就做得。故所大家同一下叫我阿喬冇愛教大家做乜嘅口味嘅丼飯咯。按到親子丼，故所叫下來看下愛準備按到乜嘅材料。今日要料理嘅四本數就係呢，噔天鑊嘅，我用天鑊嘅來做親子丼飯哦，想唔到嗬？阿喬妹等下就會做本大家來看，一下先夾夾來準備嘅食材，其實非常嘅簡單，來撈呀，從頭撈佢切一絲一絲嘅。韓國當人講好，切蔥頭嘅時間會流木色。阿喬妹教大家一個方法，就係最白白，是愛最白白切蔥頭嘅時間，就唔好上愛餃子。聽說最終唔得合起來，我用嘴來調戲哦。我用嘴來調戲哦。再記得打開來，安尼。我係講真嘅呢，唔相信，看我一點木色都冇流哦。好，呀，蔥頭切絲切好，就先不用順烘。撒下來係安尼，呀，甜頭咩老記，切一小塊咧1/3安尼。安尼好，先準備好。撒下來係安尼雞肉啊，一般來講會用呀胸脯肉，不過一般買胸脯肉，一買就會買2色胸脯肉，其實我會食凍久，故所我會先切我嘅量起來，剩那度嘅我就留佢變到變褲底度，咁樣下一擺愛做，直接就做得來用了。韓國有啲人講呀，胸脯肉會有一些嘅色，阿喬妹教大家係講唔會講色嘅話，記得愛同家嘅紋路冇咁樣嘅方向，像樣肉啊，家嘅紋路係按樣，側咧。故所我切的時間，我就會同佢垂直，按用側的方向來切，按樣啊，羊肉就唔會暗色。好，然後佢切到幼幼。好。好，切好了以後，先不用到順烘，撒下來，就做得來調一下醬料的部分。其實好，讓日本式的醬料都簡單，是愛有呀豆油、水、糖，按樣就做得拿來推米令，還有米酒。因為其實米令就係一種料理酒，是愛用糖然後米酒就做得來推米令哦。好，然後來撈佢加落去，提嚟愛用嘅係豆油。好，韓國米酒。好，再過來係砂糖。好，按用醬料嘅部分就差唔多，等下就扣下撈佢，變到呀天鑊嘅底度，貴鑊嘅煮就做得咧。韓國日本式嘅料理有一個重點，大家就想到講，一般台灣人煮東西可能就愛先獻香呀嘅動作，就係愛油爆香啊，油爆香蔥頭啊。不過其實啲日本式嘅料理唔是按樣哦，是愛撈呀醬，韓國蔥頭變落去，本佢天天嚟煮啊，呀蔥頭嘅香味咪咁樣會煮出來哦。
好，老葱头冰落去，看我冰几多诶，应该唔是全部冰。韩国要做得加1cc咧，高汤，迄个唔冇高汤嘅话，冰水咪去做得咧。好，高汤冰落去。好，按样就本佢煮一下诶。本佢煮一下，煮到葱头嘅香味，含个甜味游出来。有1cc咧，啲嘅煮嘅寿喜烧，因為一開始啲嘅煮壽喜燒嘅時間，咪係要按用嘅動作。好，差唔多要滾嘅一下，聽聽咧，有味道有冇？有味道嘅葱頭嘅味道就做得老雞肉，再個冰下去了。好，其實吼，做乜嘅呀？親子丼會按到親子丼睇家啲冇？睇家有想到呀？親子丼係乜嘅東西做嘅冇？就係雞肉同雞肉，就係講你啲嘅食親子丼嘅同時，你同時食你阿妹同家嘅雞肉，係唔係到出產啊？冇啦，當然幾道上嘅阿彌陀佛安尼就好誒，開玩笑。其實也就係應該講佢本單嘅由來就係安尼，就係親子丼就係同時有食雞卵同食雞媽媽嘅意思。唔過迄個是講你去到呀日本料理店吼，唔單止有看到親子丼，可能還有看到他人丼。他人丼就係講樣樣嘅做法，你是愛老呀雞肉換做豬肉，按樣就按到他人丼了。嗰時候，一下雞肉煮到差唔多誒，就做得老爺甜頭冰落去，繼續本佢煮，一下就等佢煮一下誒，等下還有下嘢步驟哦。好，一條雞肉啊、食材啊，差唔多就熟嘅，以後就做得來準備卵嘅部分。嘅卵吼，其實雖然係一沙量，唔過我會準備可能有2粒按樣嘅量，按樣等一下我啲嘅做呀蛋糕嘅卵嘅時間啦，我量怎會有啦？好，卵倒落去，行個老幾攪啊！其實呀，卵咩唔是攪到凍山，差唔多你青菜隨意就做得咧。好，一下愛同大家來講要來料理凍蔥油嘅一個重點了，就係呀，你老卵倒落去嘅時間，愛記得做唔得一下嘅全部就倒落去，我嘅習慣啦，會等可能2/3倒落去先熟嘅過後，我會將個倒入剩嘅1/3落去。好，地多嘅東西確定都熟嘅後就做得來倒卵了，倒2/3。好，差唔多，再個1cc咧。先到按咧，韓國冇去攪佢哦，因為我好食貴太片嘅卵，故所我會先按咧，不用等。等佢差唔多會熟嘅以後，就做得本天火嘅調起來。韓國也時間啦，未做得不用得嘅青菜啊，比如講凍夾熟嘅，像豆芽，也就乜嘅豌豆芽，也就青菜、白菜啊，其實你就做得不用到地度，因為也其實凍夾熟，也時間就做得老菜冰落去。好，來看一下。韓國愛記得咯，用天火嘅煮嘅時間，因為就算佢天火嘅跳起來，佢還係會有存下來嘅溫度。韓國嘅溫度係一小嘅，會本夾嘅卵啊熟到凍夾。故說差唔多要到時間，卵會好些嘅就做得老天火嘅跳起來。好，地度嘅卵熟到差唔多嘅味道，我要含較value 嘅口感。故說我會存入1/3，3股1股嘅卵一下這個老幾倒落去，因為等下我就會來起鑊了。3股1股嘅卵倒上去，好，倒上去以後，然後再拿鑊蓋嘅，本佢煨一下。算到30安尼，好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好了，差唔多都捱愛嘅熟透了。
要到时间啊，就做得老几种到安尼问题度。哇，可以来当好食，用上来。哇，真经当有些日本料理店食东西的感觉哦。韩国呢？蛋糕再个腌一些些嘞葱诶，葱诶放上去，好香哦！哇，我真经爱感谢我嘅日本朋友好教我用嘅做野出亲自炖。虽然有一些些的出彩，不过我还是都想要来试一下。韩国我想我下一摆听说我来教一下，教日本人来做嘢客家料理、客家菜。姑嫂，你家得唔得到我来试咧？唔过我试以前我先来祷告一下给妈妈。韩国给子排泄哦，我爱生牙头了。好香哦！同次。